这台摊车，这台是定做的哦，很漂亮的，有灯。这个他们开哪家饮料店呢？可以放啤酒的，可以开啤酒，啤酒桶子有没有？换一个桶子啤酒，我可以用了。来，后面2个桶子哦。还有这个是下冷的、下热的，然后这个下压马达、收风机啊。这台很猛哦，很贵哦。如果你们想要这台，可以过来树林店找我们，谢谢。